嗱喺澳門啦樓價高嘅第一個後遺症咧就係拉高晒啲租金係嘛？嗱高都唔緊要係嘛？即係最驚咧就係每年一升而且一升咧就唔係話平穩咁升嘅一升唔少嘅係嘛？30%、40%咁樣升嘅。嗱租樓嘅街坊確實係苦過弟弟啦。政府咧就有意喺呢個租務法裏邊咧設入呢個租金調整嘅法定機制，限定一定嘅上漲幅度。嗱呢一招咧其實並唔新鮮嘅嚇，入嚟德國咧早就已經咁樣做啦，仲因為咁樣做控制咗咧高漲嘅樓價。不過喺澳門對於呢個已經成功嘅經驗，大家又點睇咧？似乎大家都各有心事。澳門樓價居高不下，租金亦瘋狂飆升，本地嘅住屋同商鋪令唔少人望而卻步。根據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澳門月租中位數只係3000零蚊，到咗2016年已經翻倍增加至接近6500蚊，數字仍在不斷上升。針對現狀，立法會審議中嘅租務法建議設立租金調整法定機制，喺續期時限制業主加租幅度。有律師就認為新機制喺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護租客嘅權益。租客嘅議價能力未必咁強，尤其是喺一個地區嘅經濟正穩步，甚至乎有啲叫急速增長嘅情況之下咧，租客嘅議價能力係相對地偏弱嘅。咁就喺釐定翻嗰個續租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我覺得係互相角力嘅啫。儘管相關設定受到唔少市民拍手稱讚，但係有地產業界就持唔同觀點，認為政府應該重點解決供求問題，而非利用行政手段干預自由市場。我哋需要做嘅係咩呢？我哋就係點樣令到喺個供求上面度盡量咁樣平衡，而令到個樓價唔好喺一段短嘅時間入面度急速上升下跌。因為咁樣亦都唔會令到個租金急速上升下跌咯。咁唔需要去限制㗎，係咪？我哋個基礎上面去做工作啊嘛，唔係話佢發生咗事之後佢高，你覺得佢高你就封咗佢，唔俾佢向上，咁樣都唔健康㗎喎。雖然各界對租務法有唔同睇法，但係歐美嘅一啲國家已經實施咗相應嘅租務管制，對於租金嘅升幅都有一個合理嘅控制，從而保證經濟市場嘅健康運行。澳華衛視綜合報導。對於呢個限制租金嘅機制咧最大嘅爭議就係話政府強行限制會唔會干預到自由市場呢？我哋今日議事論事嘅環節亦都一齊探討。今日嘅嘉賓係全新澳門協會理事長林宇滔。其實通過租務法嘅入手啦，去限制一啲租金嘅調升嘅幅度啦，同埋保障一啲租客嘅權利，亦都咧可以咧係能夠咧放緩呢個升幅㗎。咁大家聽到咧可能嘅一個租金嘅管制咧，似乎咧同我哋嘅自由市場嘅諗法或者自由市場嘅一啲思想咧，好似有所違背。咁我哋睇翻咧，其實咧歐洲一啲老牌嘅資本主義國家啦，包括啦英美德法啦，其實佢哋咧都有唔同嘅一個租務管制㗎，咁對租金嘅調升啦，甚至乎業主終止呢個租約啦，其實都有唔同程度嘅限制。咁但係咧，無論點都好啦，都會比澳門現行咧，其實冇一個租金嘅加幅嘅上限咧，係為嚴格㗎。其實房屋咧係一個基本嘅人權，係一個基本嘅生活需求。如果呢一啲嘅房屋嘅叫做產品咧，佢哋冇辦法咧得到有效嘅一個限制佢嘅投資炒賣嘅價值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成為一啲資本家壟斷市場。我相信一定嘅租務管制，尤其係增加啲租金嘅加幅嘅上限咧，我覺得呢個咧正正就係我哋要實行嘅目標。調翻轉咁講啦，澳門嘅一個租務法由回歸之前咧，因為佢都係引用咗歐洲嘅概念咧，其實佢都對租客一定嘅保障啊，包括咧其實係2年之內咧，其實除非租客同意啦，理論上咧業主係唔可以終止租約嘅。咁但係呢一啲嘅保障咧，其實喺實際嘅操作上，睇翻我哋個租金嘅升幅，似乎就未能發揮作用啦。咁當然啦，我認同嘅一啲市場干預咧，佢始終會有啲負面效應嘅。咁但係呢啲負面效應咧，絕對唔能夠咧應作為我哋咧唔去考慮一啲基層市民實際生活需要嘅一啲藉口㗎。亦都一啲老牌資本國家嘅實踐經驗話俾我哋聽。
儘管佢有一啲負面嘅效應，但係正正就係佢能夠穩定到成個社會。最後咧，其實我自己會睇，除咗一啲租務嘅限制之外啦，長遠嚟講，我哋點樣令到我哋整體樓市能夠得到健康嘅發展，樓價維持一個合理嘅水平咧？呢個更加係咧治本嘅辦法。我哋平均嘅每年嘅新增樓宇供應亦都係得2000幾個嘅啫。咁你就會睇到啦，我哋其實而家最重要係乜嘢咧？最重要我哋重新咧去整理翻我哋實際嘅社會嘅住屋訴求。我哋必須有個整體嘅房屋政策，包括有個整體嘅房屋供應量嘅目標之後，我哋亦都要定一個咧明晰嘅公私樓嘅比例。如果我哋再唔重新去思考整體嘅土地供應、房屋一個土地嘅儲備、房屋總體規劃同埋公私樓嘅比例去落實一個執行嘅計劃，減低啲非必要嘅恐慌性嘅需求，進而令到我哋咧能夠整體嘅社會都見到我哋整體嘅房屋政策嘅時候，我哋咧先至能夠有一個比較健康一個安心嘅一個自我發展嘅環境咯。咁呢個係我嘅睇法。